好啦，跟住咧就講呢個解釋幾何。所有嗰啲平面、直角、坐標上邊嗰啲幾何都係叫解釋幾何吓。咁呢度寫啦，解釋幾何咧就係 analytic geometry。咁佢又叫坐標幾何。咁佢係用一啲點嘅坐標嚟到做數嘅吓。咁咧就 coordinate geometry，又或者叫卡氏幾何 （Cartesian geometry）。咁呢個卡氏幾何個卡氏係邊個咧？就係講緊笛卡爾吓，笛卡爾幾何。所以根本佢個最早期個名叫笛卡爾幾何，係笛卡爾呢個人，呢個法國人主張嘅一個數學解決數學問題嘅一個方式吓。呢個納內笛卡爾，咁法文我唔識啦。咁1596年3月31日就出世嘅。咁1650年2月11日過身。佢呢度咁寫吓。咁佢係一個早期嗰啲有學問嘅人啊，好犀利嘅。咁哲學啊、數學啊、科學啊，佢都涉及到吓。咁咧，笛卡爾坐標系統咧就係佢做奠基者嘅。佢用呢個坐標嘅方式嚟到解決問題咧，有好多建樹走咗出嚟。所以咧就將呢個系統嗰個名咧就由佢嚟命名吓。所謂數學領域，即係佢做數咧就分開幾個唔同嘅範疇嘅。咁幾何還幾何，即係之前咧我哋用嚟有角嗰啲角度啊、直線啊、平唔平衡啊、邊隻角等於邊隻角啊，嗰個幾何，嗰個平面幾何，同埋代數。代數咧就係多項式嗰啲吓，將呢兩個範疇咧結合埋一齊嚟到解決問題，咁強有力好多啦。喺呢個坐標上邊咧，如果你擺啲圖形落去，擺啲平面圖形落去，咁佢咧就會幫你解決得好好，好有系統吓。咁就所以咧就話將幾何、平面幾何同埋代數結合埋一齊吓。咁一陣間咧就會解釋佢點樣將一條線。首先我哋由線開始講起先，標一條線喺一個笛卡爾嘅坐標幾何上邊吓。咁咧佢咧就一條線咧就變咗做一個方程，一個兩個變數嘅方程吓。咁咧卡氏平面坐標系統咧 Cartesian plan 咧就有好多別名嘅。笛卡爾坐標系統之外咧，佢又都叫 rectangular plan 平面直角幾坐標，咁亦都叫 XY plan 吓，咁叫 XY 坐標圖吓。咁都係講緊佢，都係講緊呢樣嘢。咁其實咧呢個坐標圖咧有啲乜嘢特別咧？咁你哋之前咧喺小學嗰陣時可能已經學過數線噶啦。咁咧佢咧就將兩條數線互相垂直咁樣擺埋一齊。咁數線上邊有個點叫零點噶，咁咧零點咧就對住零點，咁樣兩個交搭埋一齊吓。咁水平嗰條咧，我哋叫 x， 垂直於 x 嗰條咧，我哋叫 y 吓。咁咧中間零點咧，大家零點碰零點啊嘛，所以咧嗰個咧就叫原點，嗰個原點咧就叫 O。咁O 呢個原點咧叫做 origin， 即係由佢嗰度出發，所有嘢都吓。咁咧喺呢幅圖上邊咧，你見到 mark 咗 O 呢點啦。咁當你如果考試嘅時候需要畫到平面直角坐標咧，你咧都要有呢三樣嘢，即係打橫嗰條軸你要 label 咗去 x， 同 x 垂直嗰條軸你要 label 到佢，畫到寫到出去有個 y 字。咁呢兩條直線咧就互相垂直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中間嗰點 O 要標埋出嚟俾人睇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唔係做緊呢個Cartesian plan 啊，佢哋就唔係做緊笛卡爾平面直角，咁有機會扣分。
呢啲都有。如果少咗咧，都有機會扣分嘅吓。即係 X 要有 X 見到你有 X 軸，要見到你有 Y 軸，要見到你有一個圓點 O 吓。咁咧喺 X 軸同埋 Y 軸上邊咧，就應該要有啲刻度嘅吓。咁嗰啲刻度咧係咪點點都要畫咧？咁又唔一定嘅。咁咧就你需要畫嗰啲點，需要嗰啲點咧，你咧就要標佢出嚟。咁咧嗰啲刻度咧個長度要固定，個長度要固定吓。咁咧當然啦，向左邊就係正啦，我哋習慣向右邊就係負啦。如果打橫嗰條，咁向上下嗰條咧，向上嗰啲咧就係正，向下嗰啲咧就係負。咁由負一開始，負二、負三咁慢慢咁遞減落去吓。咁咧，於是乎咧，你呢幅圖上邊咧，無形中咧就有啲坐標走出嚟啦。因為兩條軸咧就互相垂直啊嘛。咁當佢X 軸係一，咁你又畫喺一嗰點咧就畫一條平行嘅線咧，同 Y 平行嘅線咧，就話如果喺 Y 嗰度咧又打橫咁畫一條同 X 軸平行嘅線嘅話咧，咁佢呢兩條線互相交搭嘅位置咧就叫一逗號一。咁頭先講咗零逗號零係點嚟噶啦，咁咧一逗號一咧就咁嚟噶啦吓。咁你呢度咧都有好多其他例子啦，例如二逗號三啦吓，由二嗰度畫一條線同 Y 平行嘅，由 X 嗰度由 Y 係三嗰點就畫一條線同 X 軸平行嘅，咁啊二逗號三吓，負嗰邊都係。咁呢個二同三之間咧係連續嘅，所有咧點同點之間咧，你都可以將佢拆做好多點，幾多點都得啊。例如零同一之間，你都可以拆做好多點啊，10點、100點、1000點，隨便你拆吓。不過咧，通常咧，我哋咧都係攞頭嗰3個有效數字嘅啫。咁咧就好似呢個二同三之間咁，負二同負三之間咁就係負2.5啦，負一同負二之間咧就係負1.5啦吓。咁用呢個坐標 X 坐標同 Y 坐標咧就叫聚偶吓，呢個咁樣括弧 X 逗號 Y 咁嘅形式就叫聚偶。前邊嗰個咧就係 X， 後邊嗰個咧就係 Y 吓。咁咧就呢啲聚偶咧你可以隨便任意將兩個刻度之間拆開好多點，由攞其中一個數字落去又得，你將佢當係變數亦都得吓。咁你甚至日後咧，你如果學得再深少少咧，擺個函數落去都得噶，即係可以活動嘅呢啲點吓，唔一定係一個固定嘅點嚟嘅吓。咁呢度講咗啦，綠色水平投影喺 Y 軸上邊嗰個就係 Y 坐標3吓。咁即係當你篤咗一點落去，咁啊投影佢有個投影噶嘛，投影咗落去打橫咁投影嗰啲就係 Y， 就落咗去 Y 軸。打戙咁投影，即係垂直咁投影就落咗去 X 軸。咁所以咧嗰個X 軸嗰個坐標咧就係2啦。綠色呢點講下，咁咧就聚偶咧就係2逗號3。咁紅色佢呢度又有紅色呢個例子啦，負3逗號1啦吓。咁負3就係 X 軸上邊嗰點啦，1就係 Y 軸上邊嗰點啦。咁係其實睇佢個投影嘅啫。咁藍色嗰點咧就係負1.5逗號負2.5啊。咁呢個咧就係佢嗰啲點嘅命名啦。咁當你定咗呢啲點之後咧，你咧就有數計噶啦吓。咁佢呢度漏咗一樣嘢，就係咧每一點咧，你都應該有個名俾佢，例如A、B、C、D 或者呢個 purple 嘅 P， 綠色嘅 G、紅色嘅 R、藍色嘅 B， 咁樣俾翻個名佢，咁就會方便好多吓。
咁就仲有一樣好緊要嘅，就係每一點，當你定一點嘅時候咧，你要好清楚咁標誌嗰點嘅位置。咁呢度咧用點，咁啊，因為佢依家印出嚟用點咧就比較清楚啦。咁其實咧，如果你係考試嘅話咧，我哋建議你喺嗰個位置嗰度打個交叉。跟住咧就講象限啦。咁咧，因為 X 軸同 Y 軸互相垂直，咁啊分割咗四個面出嚟，四個面出嚟。咁因為佢啱啱搭正喺零嗰點嗰度做交點啊，所以咧就啱啱好咧就有四個象限走咗出嚟啦。咁咧第一個象限咧就係正 X 同埋正 Y 軸構成嘅。咁所有點喺上邊咧，X 同 Y 嘅值咧都係正嘅。咁第三象限咧就喺負 X 軸同埋負 Y 軸兩條軸構成嘅。咁所有點喺呢個第三象限上邊咧，X 值同埋 Y 值咧都係負數嚟嘅。咁第二象限咧就係由第一象限逆時針咁撥過去，咁隔離嗰個面，咁咧就 X 咧嘅值咧就係負數，Y 嘅值咧就係正數，嗰個咧就係叫第二象限啊。咁第四象限咧就係正 X 軸嘅下邊，亦即係佢逆時針行咗270度以上，咁360度以下嗰個象限就係第四象限。咁啊正 X 係正，Y 就係負。咁呢度咧就構成咗有四個象限。咁好啦，嗰啲點如果啱啱好落喺 X 軸同 Y 軸上邊，咁就點樣樣咧？咁咧，如果係咁嘅情況咧，你睇下佢係落喺正 X 軸定係負 X 軸，正 Y 軸定係負 Y 軸上邊嚇。咁我哋咧直接咧就話嗰點咧就喺呢條軸上邊嚇，喺正 X 軸或者負 X 軸上邊，或者話正 Y 軸或者負 Y 軸上邊嚇。知道有象限呢樣嘢先啦，首先嚇。咁好啦，除咗象限之外咧，有個點嘅角度啦。假設間有一點係 P2逗號3，X 係2，Y 係3，咁啊喺2拉條垂直線上去，喺3就亦都拉條水平線上去，咁啊碰到個點咧就叫 P2逗號3啦。咁好啦，咁個角度係點樣樣咧？其實咧就講緊佢 OP 同埋 X 軸正 X 軸所形成嗰個夾角。咁就呢個夾角咧，就由正 X 軸開始度起，咁啊逆時針咁度，逆時針咁度，即係呢家展示咗出嚟呢個 theta 度啊。咁呢個咧就係一點嘅角度，一點嘅角度嚇。咁咧就形佢如果喺第二象限嘅時候咧，呢一個角咧就好明顯就係細過180度，大過90度噶啦。咁如果呢一點咧係喺第三象限嗰度咧，咁呢個角咧就係大過180度，細過270度啦。咁如果係負嘅角度咧，於是乎咧你咧就由反方向，即係順時針由正 X 軸順時針咁樣度過去。咁咧如果有一點咧喺正 X 負 Y 軸嗰度咧，咁嗰點咧就叫你可以由正 X 軸順時針度過去，就話佢負幾多度嚇。亦都你當然你亦都可以用正角度啦，就360度減翻頭先講嗰個角度啦。咁啊大過270度，細過360度，咁樣去標佢啦嚇。好啦，講完嗰啲點喺邊個範圍裏邊，亦都講咗嗰啲點同 X 軸形成咗嘅角度，即係嗰啲點本身有咗角度。咁而家咧就講兩點之間嘅距離。咁假設間咧有一點 P2逗號3啦。咁如果冇講到話另外一點個參考點係邊個，喺邊度個位置，咁就咁講話由 P 點嘅距離咧，其實咧就係講緊由 O 原點開始度起 P 嘅離佢有幾遠，即係咧 OP 嘅距離啊。咁你而家見到啦，OP 嘅距離咧就可以用呢個畢氏定理，因為有最少有兩個直角三角形存在，一個咧就係 OPA， 另外一個咧就係 OPB。咁 A 點咧就係 P 喺 X 軸上邊嘅投影嚟嘅，B 點咧就係
P 喺 Y 軸上邊個投影嚟嘅。所以咧呢兩個咧都係直角三角形。咁啊，你可以用畢氏定理揾到 OP 有幾長。咁呢度有兩個例子啦。計算 PO 之間嘅距離嘅話咧，咁咧你咧可以用 APO 啦，頭先講咗啦，APO 啦，呢個直角三角形啦，或者 OAP 啦，頭先講咗。咁如果你揾 OAP 嘅話咧，你要揾 AP 之間嘅距離。咁大家咧 A 咧就係2逗號0。B 而 P 點咧就係2逗號3，咁兩點相減個距離咧就係3。咁 AO 咧之間嘅距離咧就 A 咧就係2逗號0，O 點係00。咁 Y 坐標咧大家都係0啦，所以咧 Y 喺 Y 坐標上面望咧佢係冇距離嘅。咁剩翻咧就係 X 坐標上邊咧，你就見到佢係距離係2，所以係2減0係2。咁咧畢氏定理啦，運用就係3平方加2平方再開翻方，成個再開翻方，就得到開方根13。咁其實咧用開方根13嚟作答咧都已經唔錯噶啦，好好噶啦。咁咧佢約等於咧就3.61。就開咗方之後就約等於3.61。咁咧如果用 OPB 呢個三角形嘅話咧，或者 BOP 啦咁咧就 PB 之間嘅距離咧就係2逗號3減0逗號3，亦都係得到個2。即係話佢P 點向上都係講緊X 軸上邊嘅投影嘅距離都係2。喺 Y 上軸上邊咧就嘅投影咧都係3，0逗號3同埋00之間嗰個長度。跟住咧就係3平方加2平方，又係得到開方根13一樣嘅。咁咧呢個咧PA 同埋 PB 呢啲距離咧，我哋話佢係離呢個 X 軸嘅最短距離。即係 P 離 X 軸最短嗰個距離咧就係 PA 啦。咁佢歪一啲，佢都會形成一個三角形，而呢個三角形咧個斜邊就係佢歪咗嗰個長度啦。咁除非你形成到三角形，即係啱啱好個投影喺個投影嗰度上邊，否則咧佢咧都會長過，即係喺 X 軸上邊嘅投影咧都會長過去嘅。咁呢個咧就係佢最短距離構成佢最短距離嘅情況。即係唯獨 PA 咧嗰個投影咧係得一點嘅啫。咁假設間由 A 點咧向左邊行少少，或者向右邊行少少咧，個 P 離嗰點個距離咧都會長咗嘅，因為佢有個斜邊喺度嘛。唯獨 PA 係冇斜邊。好啦，咁再落啦，任意兩點嘅距離。咁而家咧任意兩點咧就講 PQ 兩點啦。咁 PQ 兩點咧嘅任意長度就咁都 P 就2逗號3啦，Q 咧就5逗號-2啦。咁5逗號-2同 2逗號-3咧之間咧又係其實有兩個直角三角形構成咗。一個咧個直角咧就喺 R 嗰度5逗號-3，另外一個直角咧就喺 S 嗰度2逗號-2。咁樣樣。咁咧 PR 嘅距離咧就5減2就係3啦，QR 嘅距離咧就3減-2就係5啦。咁於是乎咧佢哋就有個畢氏定理嘅關係喺度啦，有個直角三角形啦。你知道咗佢嘅長度咧，一個係3，另外一個係5，所以咧就3平方加5平方再開翻方，就係個 PQ 之間嘅距離啦。咁得到咧就係9加25嘅開方啦，就係34。
咁約等於5.83，呢個咧就係 PQ 之間嘅距離啦。咁如果你唔中意用 RE 點計，咁你可以用 SE 點計，咁一樣嘅啫。3-2就係5，呢個就係 PS 之間嘅長度，一樣係5咁 SQ 咧之間或者 QS 之間嘅長度咧就5-2啦，就係3。咁得出嚟咧都係開方根34嘅所以咧如果用呢個方法咁計嘅話咧，你咧就會得到一條式，就係兩點之間距離嘅式。咁嗰兩點咧就係一個就 x 就係叫點 x 點 x1 y1，即係 P 點 Q 嗰點咧就係 x2 y2。如果你假時間係咁樣代嘅話咧，咁咧 x1 減 x2 括住佢平方加 y1 減 y2 括住佢平方再開翻方。咁 B 點做 P，B 點用 Q 係冇所謂嘅，最緊要你唔好減錯，唔好 x 減咗 y，y 減咗 x，咁樣咧就麻煩啦。你每次咧都係 x 減 x，y 減翻 y，咁咧因為咧佢係平方咗，所以咧你咁唔小心將 x1 同2調轉咗咧，佢都計出嚟個答案咧都啱嘅咁不過咧你就當然啦，你最好就小心少少啦因為仲有好多其他公式噶嘛，咁有啲係唔可以對調嘅再落咧，跟住嚟咧就係直線上面嘅點啦。咁直線上面嘅點咧，呢度咧就我而家 mark 咗喺呢幅圖上邊 mark 咗9點，咁呢個表上邊咧就淨係列咗其中7點出嚟嘅啫。咁列得多都意義不大咁咧，總之咧呢啲 x 點 x、y 呢啲一 pair 一 pair x、y 嘅對偶咧，咁咧就列咗出嚟喺呢個表上邊啦。就負6、負4由呢點開始，咁咧你將負6同負4除，即係用負4嚟除以負6，得到嘅就係2/3。跟住咧，另外呢點咧就-4.5-負3，即係喺呢度畫一條直線落嚟，-3打橫又畫一條，咁-4.5-負3，咁除一除佢咧又係2/3，2/3。咁跟住咧呢一點-3-負2，咁咧除一除佢又係2/3，2/3。再落呢點-1.5-負1，又mark 咗個位喺度，咁2/3，2/3。咁0呢點特別啲，你冇得除以0噶嘛，咁咧所以咧話點解所有點都係由呢度可以出發咧？呢個咧就你除佢咧就定義唔到噶啦所以咧呢點係我哋要忽略佢嘅。咁正嗰啲咧都係一樣。x1.5，y 係1，咁 x 係1.5，y 係1，除一除佢又係2/3。再落x 係3，y 係2，除一除佢，當然都係2/3。咁咧，於是乎咧，我咧就發現有個現象就係 y over x，即係將嗰啲坐標 y 除以 x 嘅話咧，都係2/3，都係一個常數 k，即係喺所有喺呢啲直線上面嘅點。你隨便攞一點，應該都係呢個常數嘅，除一除佢咁咧，而得到呢個現象嘅話咧，你咧就會發覺佢係其實 x 係正比於 y x 係正比於 y， 或者 y 正比於 x， 因為 x 越大 y 係越大啊嘛。你 x 如果不斷咁向前行，佢呢條線不斷咁延長，咁你話啦，得出嚟個 y 軸 y 嗰個數字，咪一路咁大咯。咁向負嗰個方向都係啦，負嗰個數字係越嚟越負得犀利嘅話 ，y 坐標個投影越嚟越長咯，都咁咧，你咧就諗下啦，呢個會唔會係一個三角形咧？因為頭先你計直線嘅距離嘅時候咧，你都要借助
你都要借助一啲直角三角形嘅。咁呢度咧，如果係咁嘅話咧，你發現有好多相似嘅直角三角形喎，咁咧你咧就於是乎咧，我咧就喺呢度畫咗兩個相似三角形出嚟啊，俾大家溫翻下 AP 比 AQ，AP 比 AQ，AB 比 AC，大家都係同一個比叫 P，而呢個咧就係叫邊長嘅比。咁咧 AC 比 AQ，AB 比 AP 咧就係放大或者縮小嗰個率啊，即係咧你放大咗 ABC 就係 APQ 放大咗嘅三角形，咁佢哋兩個都係相似吓。咁呢兩個比咧，你哋小心啲處理啦。跟住再落咧，就係俾你睇下，唔係喺直線上邊，係喺曲線上邊。如果係反比嘅現象嘅話咧，會係點？如果形成反比咧，即係 x 乘 y 永遠都係同一個數字。咁咧，例如負六逗號一啦，負六逗號一啦，跟住咧，我又揀負四逗號1.5啦，負二逗號3啦，乘埋都係負六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負一逗號六啦，負一逗號六啦，我都唔執輸啦，跟住咧再落，如果係零乘零咧，就 x 冇啦 ，exclude 咗佢啦，唔包佢啦，咁啊，佢點乘都唔會係負六噶啦，咁咧就一乘負六啦，一逗號負六啦，就喺咗下邊，二逗號負三又係負六啦，四逗號負1.5都係負六啦，咁樣樣乘法咧。我咧都可以畫到兩條曲線出嚟，斷開咗嘅，因為咧零零咧冇咗啊嘛，咁零零咧呢度咧就揾唔到佢同構成唔到呢個 x 乘以 y 嘅現象出現啦，咁咧 x 乘 y 等於負六喎，反比喎，咁咧呢啲咁樣樣走嘅咧就係一啲反比嘅現象，咁乘埋係負六，如果乘埋係正六係點咧？咁咪佢咪出現咗喺第一象限同埋第三象限咯，一樣可以用呢紮數字噶，不過咧 x 咧就係負數 ，y 又係負數，一堆，咁另外咧正數 x 係正數 ，y 又係正數，又一堆，咁咪全部乘埋出一齊都係六咯，咁你自己可以試下畫，跟住咧就正式開始咧就講直線方程啦，你可以構成一啲方程啊。咁你頭先咧知道咗直線上邊嗰啲點全部都係直成正比噶嘛，咁咧於是乎咧就得到有個結論咧就係 y over x 咧就係一個數字，咁啊2/3，例如一個分數細過1嘅一個數字，佢可唔可以係3咧？係可以嘅。你留意下2/3咧，2/3嘅意思咧，其實咧佢係打橫行3格就上升咗2格。咁如果我打橫行1格，上升3格，咁咪3咯，咁於是乎嗰個咧就係另外一條直線嚟噶啦，穿過原點另外一條直線。咁呢度個例子係 y over x 係2 over 3啦，咁咧我咧就將佢交叉相乘，咁啊變咗做2x 等於3y，佢哋關係就係2x 等於3y，一樣嘅啫，同 y over x 等於2/3一樣嘅，係完全一樣嘅。不過咧就由打棟寫變咗打橫寫咁解啫嘛，2x 等於3y咁咧將 x 就做前邊嗰個係數做正數，習慣嚟嘅。咁咧就左右都減3y，於是乎咧就2x 減3y等於0。咁習慣上咧，如果 x 前邊嗰個係數可以係正數咧，都去俾佢做正數。咁我冇乜理由唔得嘅咁啊 2x 減3y等於0就係呢個條線嘅直線方程啦咁當然啦，你要代00嗰點落去咧，佢都會包括噶佢都會包括噶0減0等於0咯好啦，咁啊開始有啲例睇啦。咁頭先嗰個係1啦，呢個係2。咁假使間呢條直線唔係穿過00，咁啊點樣樣呢個情況？於是乎咧，唔係穿過00，咁咧就呢一紮線點咧就係一個咧就係
負六逗號負1.5，負4逗號零，負2逗號1.5，零咧就係3，唔穿過零，唔穿過00啊嘛。咁啊，我向上褪前3格啊，咁啊 x 係2，y 係4.5吓。咁咧當然啦，我頭先都講咗啦，佢係向上褪咗3格啦。咁咧 y 減3咧就出現翻呢啲數字啦。咁將所有 y 減3咧就1.500負2負1.5咁樣樣。跟住咧我咧又再除下佢 x， 你當我手痕都好啦吓 y 減3除以 x 吓，咁咧都係3/4，零啊又係未定義啊吓。咁啊全部都係3/4啊。咁有咩好處咧？我好處就係發現咗咧 y 減3就可以解決，用 y 減3就可以解決咗呢條斜線，呢條直線應該話呢條直線唔喺00上邊嘅情況應該要點處理吓？就將佢減3，我向上彈咗3格，我將佢減翻3格，於是乎得出嚟嗰個咧都係同一個常數。假使間你喂就咁將 y 除以 x， 你睇下佢會唔會出翻3/4咧？冇可能嘅吓，咁吓，所以咧你要將 y 減3吓，跟住咧又出翻3/4，咁樣樣咧就砌到條直線方程出嚟。不過呢條直線方程就唔再係穿過00嗰點啦，就係向上褪咗3格，所有點向上褪咗三格嗰條，即係上邊呢條實線吓。咁呢條虛線咧，我係用嚟同你做比較嘅啫吓，即係以前就呢條，而家咧一跳咗上邊呢條，咁咧所有 y 咧要減翻3咧，佢先至會有一個固定嘅常數。咁所以咧就又係將佢做交叉相乘咯，4y 減12等於3x吓。做咗交叉相乘之後，咁咧就將所有y 就擺埋一邊，咁啊正 x 做開頭，咁啊得到呢個方程吓。咁喺呢度做除式嘅時候 ，x 唔可以等於0啫吓。咁當你冇咗個除式，冇咗個除式，冇咗個分母之後咧 ，x 係可以等於0嘅吓。不過咧就佢答案咧得出嚟個 y 咧就係3咁解啫嘛。再落下邊，如果係向下咁降，向下降，即係咁樣撲喺度嘅一條直線嘅話，又個情況又點樣樣咧？咁好自然咧，你個 y 值咧就要加。頭先咧就做減數啊，你而家咧就做翻加數，就將呢條唔係穿過00嘅一條直線咧，就將佢走到去00嗰點嗰度啊。咁一樣就 y 加做加數啊嘛 ，y 加1就係3。咁啊呢度咧一開始就係負6 over 負6逗號2啊，負6逗號2，咁咧將個 y 加翻1，咁啊於是乎咧就係3除以負6就係1/2，個負嘅。咁咧呢度一樣 x 負4，y 係1，咁於是乎咧 x 負4逗號1，將1加翻1就係2，咁啊2除以4負嘅就負1/2。咁每一點咧都係咁樣做，即係將個 y 加翻1，咁咧就負2逗號0，咁啊0加1就係變咗做1啦，咁啊又係1除以2，咁啊負嘅1/2，咁0嗰點就冇得做啦。咁本身係 x2逗號負2嘅，2逗號負2嘅，咁咧就將 y 值又係加翻1，咁啊2逗號負1，2逗號負1啦，呢點就係咁啊除一除佢就係負1/2，咁樣樣咧就解決咗佢喺細個喺0下邊，即係佢個 y 字佢係喺0下邊嘅問題，咁啊做一次加數啊，將 y 加翻1，即係加翻佢嗰個我哋叫呢個褪咗呢個位叫 offset 吓，offset 咗我哋話佢吓，佢有個偏移啊吓，咁咧就於是乎咧得出嚟咧嗰個嗰條式咧就係 y 加1 over x，
就等於-1吓。咁因為點點都係咁除法，都係-1啊嘛。咁啊，將佢又係做翻交叉相乘，就2乘以y+1就等於-x吓。咁咧就將個-x調一調，咁啊先調翻過去左邊就正 x，咁啊嗰邊係零咗，咁啊 x+2y+2等於0，呢條直線方程就係，咁啊構成咗一條直線方程。咁呢三個例子咧就係講點樣去砌一條直線方程出嚟啊，由你前邊開始學嗰個嘢。咁咧用翻之前例二嗰個例子，咁咧就去介紹翻一啲術語啦吓。咁咧你發現咧首先咧 cut 嗰啲線 cut 到 x 軸同埋 y 軸嗰啲點咧係緊要嘅。我哋發現咁咧佢咧就例如依家有條線叫 L 吓，咁咧佢咧就 cut 到 x 軸一點叫-4.0，佢 cut 到 y 軸呢一點叫0.3。咁咧呢兩個咧就係一個叫 x 節點，一個叫 y 節點吓。咁好啦，佢喺 y 節點上邊由0開始度起，去到 y 節點嗰度咧，嗰個距離咧叫做 y 節距。咁啊呢度就叫正三。咁咧去到由0去到 x 節點嗰個距離咧就叫 x 節距。呢點咧就叫-4，呢個長度叫-4吓。咁一個係正三，一個係-4吓。咁咧就呢兩個術語咧係重要噶。咁咧仲有個好緊要嘅一個參數咧就叫個斜率。佢係斜率吓，佢斜率咧通常咧都係 y 除以 x。咁依家咧就係 y 就係3減去呢點嘅 y 係0，即係上邊 y 節點嗰個3減翻 x 節點嗰個 y 坐標0，就係3減0。咁咧做分子下低咧由 y 嘅 x 坐標係0減 x 嘅 x 節點嘅 x 坐標-4，0減-4就等於4/3。咁呢啲千祈唔好搞錯，係當你用呢點嚟到俾人減嘅話咧，咁上下分子分母咧呢點咧都要俾人減嘅。呢點咧嚟到減人嘅話咧，你上邊分子分母咧都要用翻呢點嚟減人吓。咁邊點減邊點冇所謂，最緊要咧 y 減翻 y，x 減翻 x，y 做分子，x 做分母，呢兩個原則你要緊守嘅吓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嗰個斜率咧係會做錯嘅吓。咁你試下啦，y 係0減3，0減3就-3啦。咁變咗咧就-4減0個分母就係，咁-4減0就係-4啦，負上邊負下邊負，所以得出嚟個正數。不過上邊係3，依然係3，下低分母依然係4。咁呢個咧就係個斜率嘅計法吓。咁咧仲有，當你計呢條直線方程嘅時候咧，頭先咧你咧就做咗3個例題啊，你會發現一啲嘢嘅。當直線向原點 y 要偏移，第一件事你偏移翻去，本身佢唔係搭正00呢點嘅，咁你本身咧就係唔穿過00嘅吓。咁咧你咧係要將呢條直線咧全部咧都將 y 偏移翻一個恰當嘅值，加一個數字或者減一個數字，導致到呢條直線咧可以穿過00。咁當佢穿過咗原點之後咧，咁咧就將嗰啲坐標咧就做一個除數，咁啊 y 除以 x 吓，咁咧得出嚟咧嗰個咧其實咧就係已經係一個斜率嚟噶啦吓。咁所以咧留意呢度咧就係講緊佢點解會係一個斜率咧？當 直線 L 咧移翻去穿過原點00之後咧，咁我就當嗰個叫 L dash 啊。
呢點叫呢條直線，呢條直線叫 L dash 啦。咁咧線上邊咧任何一點都叫 P 嘅話咧，就叫 P x 逗號 y。咁咧 y 係乜嘢咧 ？y 咧就係 PQ，而 x 咧就係 OQ。咁 y over x 咧，好自然咧就係一個斜率，即係一個斜率吓。所以咧，例如呢度佢係穿過正0逗號3啊嘛，咁我呢度咧就將 y 減翻3 over 翻 x 咧，得到嘅咧就係4 over 3/4吓，就係呢個3/4就係佢嘅斜率嚟吓，呢個3/4就係佢斜率嚟。咁化簡咗之後咧，就得到翻嗰個直線方程啦，3x 減 4y 加12等於0。咁你點上邊任何一點嗰個三角形都同 OQP 係相似嘅吓。咁咧建構呢個直線方程嘅形式咧有好多。咁頭先咧就你要知道咗有一個叫做斜截式啦，間接。咁有個斜率啦，有個截距啦 ，y 嘅截距啦吓。咁咧你可以咁樣寫法 ，y 等於 mx 加 c， 呢個咧叫做斜截式啊。咁斜截式咧就係好自然咧。如果當你知道咗佢個 y 截距，又當你知道咗佢個斜率，咁咧你又可以用斜截式嚟到做翻呢個直線嘅通式啦。咁咧直線通式好緊要啊！你作答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有直線嘅通式。通常咧作答咧，你都要用直線嘅通式嚟到作答，因為直線嘅通式咧係冇分母，呢度全部咧原則上咧唔會有分母係變數嘅情況出現吓。咁我唔係話冇分數啊吓，係數可以係分數，亦都可以係小數點、小數或者係其他嘢都得嘅。其實個係數吓，咁咧就個係數係0都有咁嘅情況嘅吓。咁斜截式咧，其實咧都係你見到佢移一移項咧，就已經係變咗做通式噶啦。咁咧點斜式咧都係吓。咁兩點式咧就有分母啦，個分母咧就係 x 減 x1啦。咁即係話如果 x 咧係啱啱好等於 x1嘅話咧，咁就麻煩啦，你會除0啦。不過咧用兩點式開始嚟到砌翻個通式出嚟咧係方便嘅。咁仲有一個叫節點式啦。如果你知道x 節點 y 節點嗰個節，就你係好自然知道佢嘅截距。咁 A 除以佢個自己個 x 截距 ，y 除以 y 截距，兩個相加就係1。咁呢個咧就係節點式啊。仲有個斜率點計咧？頭先已經示範咗啦。y2 減 y1 除以 x2 減 x1 就係個斜率。咁呢個咧係好緊要嘅，拍住呢兩個咧係好緊要。斜率對於直線嚟講咧係好緊要嘅吓。斜率對於直線嚟講咧係好緊要嘅。咁呢度就撇除咗 x1 等於 x2 嘅情況啦，亦都唔會嘅。會嘅話咧，咁嗰條線咧應該係冇斜率嘅吓。呢一頁要講嘅係咁啦吓，就介紹1、2、3、4個通式以外嘅一個直線嘅表達方式吓。咁兩點式嘅係當佢俾咗兩點你去揾翻個直線方程所用噶啦。點斜式咧就係俾咗一點同埋一個斜率你，咁所用嘅一個方式啦。如果俾咗兩個截距你，咁你啊梗係用節點式啦。如果你記得嘅話，咁你全部都我都係中意用兩點式啊，咁我淨記呢個冇問題吓。咁你可能會計多少少步驟咁解啦。咁斜截式咧就好緊要吓。好啦，跟住咧就俾啲例睇你哋啦。咁已經知道有一點00同埋5逗號3喺呢條直線上邊揾翻呢個直線方程出嚟。咁咧就知道有兩點啦。咁於是乎咧就應用兩點式。你將00咧就代入去x1 y1，
咁你如果我唔中意用零零代 x 一 y 一，我用5逗號負3代入去 x 一 y 一得唔得咧？冇問題。不過咧，你計數咧會唔會係計多咗少少嘢咧？因為減零係咪減好過減一個數字咧？係咪？所以咧，我咧就會將零零代入去 x 一 y 一嗰度啦。咁咧就於是乎咧 y 減零 x 減零負3減零5減零得到負3 over 負5負3 over 5就等於 y over x。咁啊交叉相乘，咁啊得到個直線方程。咁你留意一樣嘢，我依家咧就穿過零零，穿過零零嗰啲直線咧就冇常數項嘅，個常數項係零啊。咁啦，好啦，跟住到22啦，22咧就已經知道負3逗號負9喺呢一條直線上邊，佢嘅斜率咧係負5分之4，咁咧就揾個直線方程。咁我咧就用呢個點斜式，咁 y 減 y 一係負9，咁啊 x 減 x 一 x 一係負3 x 減 x 一咧就乘翻呢個斜率就係負5分之4啊，咁啊代埋 m 係負5分之4啊，咁啊代完落去之後咧就計化簡去，咁啊將5成條式都乘以5，咁啊5y 加9吓9×5=45，咁啊-4乘入去呢個括弧入邊，-4x減12，化簡咗之後就4x加5y加57，咁呢個直線方程咧就係4x減5y加57。咁咧第三個例仔2逗號32-3，已知道直線咧就穿過0逗號負5噶啦，求斜，而且咧個斜率咧就係4，咁咧就求呢個直線方程。咁咧我呢個情況咧就俾咗斜率，你俾咗一個呢個叫 y 折佢咯，咁啊於是乎咧就用斜折式啦，咁咧就斜率係4，y 折佢個 c 咧就係負5，跟住咧就直接代入去啊 y 等於4x 加負5，於是乎得到4x減 y 減5等於0吓，嗰個直線方程咧就係4x減 y 減5等於0啦吓，咁你留意下 y 折佢就係咁樣樣，負5喺下邊，咁即係當你知道咗 y 等於 mx 加 c， 知道個斜率，知道咗個 y 折佢之後咧，你畫呢條直線咧係方便好多噶吓。咁你首先咧，你知道個斜率係正4先啦吓，咁啊佢係正噶啦吓，跟住咧你咧就知道佢一定係穿過0逗號負5啊，咁佢個 y 折佢係負5，你就知道啦。咁於是乎咧，0逗號負5呢點咧，佢一定穿過噶吓，就咁樣樣。好啦，跟住咧就例3-1啦吓，3-1咧就係已知直線方程3x減 y 加2等於0吓，求證明咧直線係咪穿過0逗號0。咁咧如果呢個咁樣樣嘅題目咧，今次咧就嗰條直線方程咧好靚啊，就俾個通式你，佢唔一定要俾個通式嚟嘅，佢可以左式同右式都有啲嘢吓，都係 x 同 y 個變數吓，咁咧你咧都係咁做嘅啫。求證直線是否穿過0逗號0咧 ？x 等於0 y 等於0，代入去左式先。首先你定咗左式先，咁左式咧3x減 y 加2，咁啊於是乎咧你代啲00落去啦。咁咧你發現咧左式咧就等於2，咁右式咧係0啊嘛，咁左式就唔等於右式喎，所以咧就0逗號0咧就唔喺直線上邊啦。咁如果右式係有啲嘢，又係有 x 又係有 y， 咁你都係咁左式做一次，右式又做一次，睇下左式係咪等於右式。如果左式都係唔等於右式嘅話咧，咁嗰點咧就唔係喺佢上呢條直線上邊啦吓。又或者吓你將佢移項移到去一個通式，咁啊比較嘥時間少少吓。好啦，3-2。又係咁做類似嘅嘢，已經知道直線方程5x 加3y 減2等於0，咁咧就證實下1逗號負1係咪喺呢條直線嘅解吓？咁其實咧兩句說話咧
講嘅嘢係一模一樣。佢如果嗰點係呢條直線嘅解，即係話嗰點係喺呢條直線上邊，否則佢就唔係解，或者嗰點唔係喺嗰條直線上邊。咁我一樣係咁代嘅啫，代 x 係等於一，y 等於負一入去左式。咁咧就五括弧一加三括弧負一減二就等於零，所以咧佢係等於右式。所以咧一逗號負一咧喺呢條直線上邊啦。個結論咧就係一逗號負一咧係五 x 加三 y 減二嘅等於零嘅解，咁樣樣吓。咁三 hyphen 三啦，三 hyphen 三咧就係已經知道有咗一條直線方程係 x 加七 y 加五等於零，咁咧就求呢個直線嘅斜率吓。咁我咧就會點做咧吓？咁咧我咧就會將佢轉做一個斜折式，將通式轉做斜折式。咁啊個過程係好簡單嘅，將 y 咧有 y 嗰個項咧就移去另外一邊吓，咁咧就冇 y 嘅咧就擺埋右另外一邊，咁於是乎咧就七 y 等於負 x 減五，跟住咧 y 前面成緊嗰個係數咧，你啊全條式就除翻嗰個係數，於是乎咧負 x over 七減五 over 七吓，咁咧得到咧就係個 x 前邊個係數咧就係負七分一，嗰個常數項咧就係負七分五吓，而 y 咧就係零零丁丁咧就做咗主項，咁咧你同斜折式比較咧就呢個就已經係斜折式啦，咁 m 咧就好即刻噏到出嚟係負七分一，個 y 截佢咧個 c 咧就係負七分五，就咁樣樣吓。咁我求到個斜率出嚟咯，跟住咧就例三 hyphen 四啦，已經知道咧直線方程咧係呢個啦 ，x 減三 y 減三等於零。咁咧就求直線嘅 x 截佢同埋 y 截佢。咁你點樣求 x 嘅截佢同 y 截佢咧？你要留意一樣嘢 ，x 截佢咧就係 y 等於零嘅時候 ，x 嘅坐標；y 截佢咧就係 x 係零嘅時候 ，y 嘅坐標。咁於是乎咧，你做兩次啦，將 y 等於零代入去呢條式嗰度，咁啊代完之後咧，就發覺 x 等於三，咁咧，所以咧你就話啦 ，x 截佢咧就係三，咁 x 等於零咧又代落去呢條式嗰度，得到個咧就係個 y 嘅數字啦，咁 y 嘅就等於負一，你發現，咁於是乎咧就話 y 截佢係負一，咁通常問嚟問去都係類似呢啲問題嘅啫。好啦，所以咧最後咧，你咧就由通式開始，點樣揾翻個斜率，點樣揾翻個 x 截佢，點樣揾翻個 y 截佢，呢啲咧你就要熟悉啦。咁你呢個咧可以自己試下計一計，有個印象喺度。咁咧其實咧就係將個通式咧就轉翻做斜折式，就揾翻個斜率出嚟，跟住咧將個通式咧就代 y 係零。代 y 係零，咁咧就揾翻 x 截佢，將個通式咧代 x 係零，咁咧就揾翻個 y 截佢，或者係通過斜折式咧揾翻個 y， 就知道個 y 截佢係咁多吓。咁呢啲咧其實係最好你自己動手做一做啦吓，必考。